土耳其幸福党欧洲分部青年组织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东突厥散新闻中心。幸福党欧洲青年组织主席法鲁克·波扎吉和董事会成员就东突厥散的压迫、集中营和海外维吾尔人等议题，与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前主席阿卜杜基利利·卡拉喀什先生交换了意见。会谈中还讨论了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签署的引渡协议，该协定最近得到了中国人大的批准。法鲁克·波扎吉先生表示，在这次的会议上，我们加强了兄弟情谊，我们始终站在被压迫的东突厥散身边，我们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繁荣和公正的世界。我们希望我们的维吾尔兄弟姐妹能够尽快摆脱这些问题。我们感谢卡拉喀什先生的盛情款待。英国有30多个犹太拉比和人权组织领导人表示支持英国议会提出的灭绝种族罪法案，以结束中国对维吾尔族的破坏。修订版的贸易法除了授权英国法院裁定中国是否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外，还使英国与违反贸易原则或涉嫌强迫劳动的公司之间的协定无效。该法案将于下周在英国议会上进行表决。在这方面，英国享有盛名的犹太教堂和青年运动的代表发出了联合呼吁，敦促政界人士修改贸易法案。请愿书指出，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破坏包括大规模集中营、强迫劳动、强制绝育、破坏神圣习俗和破坏宗教场所。针对美方近日在涉台问题上采取放松美台交往限制等行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说，鉴于美方错误行径，中方已决定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负责官员实施制裁。华春莹说，针对美方错误行径，中方已决定在对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月15日发表声明称，对6名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实施制裁。蓬佩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香港当局1月6日在令人震惊的镇压行动中逮捕了50多名支持民主的政治和活动人士。蓬佩奥说，这些人士所做的是试图推动香港立法会初选的公正公开。香港当局的行动是香港自由与民主程序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破坏的又一明证。中国经济2020年同比增长 2.3%， 大大低于40年来中国 GDP 的平均增速。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告，初步核算，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00.01.59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2.3%。多家媒体报道，中国公布的去年 GDP 增长数据略好于多项预估。彭博社的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第4季度将增长 6.2%，2020年将增长 2.1%。世卫组织在武汉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之际，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声明和事实清单，再次对中国处理病毒疫情的方式提出批评和质疑。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表示，该事实清单是美方炮制的又一谎言清单，宣扬阴谋论是蓬佩奥这位谎言先生的最后疯狂。美国国务院上周五在其网站发表声明称，1年多来，中共有系统地阻止了对新冠大流行病起源的透明和彻底的调查，同时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欺骗和虚假宣传。该声明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零感染说法表示质疑。美国政府有理由相信，武汉病毒研究所内部的多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秋天生病，这是在首次确诊病例出现之前，其症状与新冠肺炎和常见季节性疾病一致。
1月10日在哈萨克斯坦举行议会选举后，决定在阿斯卡马明的主持下建立新政府。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签署了关于在该国组建新政府的法令。阿斯卡马明将再次在哈萨克斯坦新成立的政府中担任总理。